心想事成第20條法則：對潛意識說實話。潛意識可以無差別咁實現接受到指令。對潛意識唔可以講玩，亦都唔可以講大話。潛意識冇判斷力同埋選擇嘅能力，佢可以將你心入邊所想，亦都係顯意識所思考嘅一切無差別咁加以實現。因此，如果喺度諗，我希望咁樣，但係我冇辦法做到，咁潛意識就會將佢當真，故意唔俾你希望實現。相反，如果你喺心目中諗，我要買咗佢，我好高興咁接受佢，咁潛意識就會答應你，遲早會實現你嘅願望。因此，你絕唔可以講出為你帶嚟負面作用或者不利嘅說話，例如我可能會失敗，呢件事可能唔太順利，或者我做唔到之類嘅，絕唔可以講出口。你要經常對你嘅潛意識講一啲具有積極性、建設性嘅話，只要你嘅潛意識接受，就一定會實現。當你不斷反覆咁講一啲積極性嘅話嘅時候，你本身就會開始有變化。到咗某一個時候，你就會發現自己比過去更積極，並變成一個更具吸引力、更幸福嘅人。因此，你必須對自己好正直、好坦率先可以。當你聽到朋友嘅幸福，如果你話呢個人好狡猾，咁你嘅真心真係咁樣諗咩？實際上，你好羨慕呢位朋友嘅幸運，心裏期待住佢唔該咁幸運㗎。可是潛意識只會對你嘅真心產生反應，所以會接受你嘅想法，不該那麼幸運，而開始想盡辦法唔俾幸運接近你。所以你必須以坦誠嘅心情，用真正良好嘅信念充滿你嘅內心。如果你真係希望幸福、富裕、健康，心中不加以否定，呢啲願望就一定會實現。圓夢小語，想我要嘅，講我要嘅，做我要嘅，就一定得到我所要的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